Hello，我係 Andy。如果想喺中山西區揾一個地方居住嘅話，彩虹片區呢邊係非常好嘅選擇。呢邊又有醫院、有學校、有公園，仲有呢條奇公河。你喺奇公河可以經常見到有好多白鷺喺呢度飛，個自然生態環境係非常之好。生活配套呢2年就發展得更加完善啦。細商場呢邊就有3個，飲茶嘅地方都有3、4個啦。去街市買餸行5分鐘就有1個啦。如果喺彩虹片區呢邊叫 Andy 推介一個樓盤嘅話，我會推介你幸福匯。一嚟佢係一個本地嘅發展商，發展到依家已經係第4期，前3期嘅業主對佢哋嘅樓宇質素同埋物業服務都非常之滿意，口碑非常之好。第二，佢嘅位置喺彩虹片區嚟講係非常之好嘅，佢近學校、近醫院又近奇公河。Andy 23年準備買樓嗰陣時都係重點關注呢個樓盤，不過嗰陣時太貴啦，17000幾嘅單價，依家時機就非常之好。降咗價13000幾嘅單價就可以買到，而且係呢零樓層、零朝向可以睇公景嘅。我哋依家就跟住鏡頭上去睇睇。呢度就係屋苑嘅出入口，小區有個保安喺呢度，出入係比較嚴格嘅，一定要有奉行條或者係業主通知先可以入到嚟。咁入咗之後，呢邊就係中央嘅水景噴泉喺呢度嘅。屋苑到依家已經係有3、4年嘅時間，噴泉就一直喺度嘅。嗰陣時 Andy 睇就係睇2座呢一邊，嚟緊2座呢一邊嘅。嗰陣時賣1座同2座，咁基本上就已經係收咗樓入住晒嘅2座呢一邊嘅2座。咁依家就係賣睇公嘅呢一邊嘅3、4、5呢3座，嗰陣時未推出嘅，依家先有。我哋上去單位望一望，佢呢個發展商係中山本地嘅房地產業會嘅一會長嘅發展商起嘅樓，質素非常之好，非常之 OK 嘅。本地啊或者係嗰啲舊業主都非常之認可。5棟同埋3棟喺嗰邊，呢2棟係一樣嘅戶型。咁中間4棟呢一邊係啲比較大少少嘅單位，2梯3房。3棟同5棟係2梯4房，成個屋苑就唔大，5棟樓，不過就係樹木花草品種比較多，而且維護得都 OK， 非常好嘅。呢度就係3座，個人戶大堂都係有6米高。呢度係佢哋嘅分層大堂，2部 lift， 4個單位。呢邊係2個120方嘅單位。咁交付嗰陣時係做好裝修嘅，呢個大門同埋呢個電子密碼鎖都係交付標準，包括呢個鞋櫃都係做好交付咁樣嘅形式。咁呢一隻係一個傳統嘅樹廳設計，呢邊就飯廳，呢邊係客廳擺梳化，廳嘅開間係有3.7米。依家見到嘅呢一隻就係到時嘅交付標準，天花會有冷氣機，呢個主燈，同埋廚房入面會有呢個涼霸，有個吹風嘅，爐頭嗰啲全部都係做好。咁露台呢一邊係睇翻南向喺公景呢一邊嘅。咁呢邊就非常之開揚，前面係冇遮擋。呢塊地係一個馬山舊舉嘅地，日後會開發起樓或者起商場。咁前面就係一條奇公河，呢邊可以睇到成個中山城區嘅城市風景。夜晚呢邊會有摩天輪嘅燈光。咁露台呢邊都係非常之大。跟住我哋再睇下啲房間。呢邊就3間房，2個洗手間。呢個係客廁，客廁嘅面積都係正常。佢嘅交付標準都係幾高下嘅。呢個高2嘅水龍頭、洗手盆、高2嘅馬桶。花灑都係高2嘅，仲大埋浴室寶。跟住呢邊就係第1間客房，呢邊就第2間客房，啲房嘅面積都非常之大。入嚟嘅話，呢邊就係主人房，主人房嘅洗手間。主人房呢邊會做好一個衣櫃俾你，到時係咁樣交付嘅。咁主人房係有個270度嘅轉角位飄窗，都係睇翻公景嘅。120方依家嘅單價係17000左右，之前有一批做特價13000幾就係買到，不過已經買晒啦。
如果你中意呢個戶型嘅話，可以聯絡落 Andy， 呢邊有特價單位嘅話，我第一時間通知你。跟住我哋再睇下呢邊嘅103風同埋104風，佢兩隻嘅戶型係一樣，面積爭少少。佢呢一邊就係一個入戶花園，有個落地玻璃窗，呢啲都係做好嘅，到時交付。咁入到嚟嘅話，呢邊就係一個飯廳同埋客廳，都係豎廳嘅設計。依家呢一隻嘅設計就有啲似 Andy 自己裝修緊嗰間屋嘅佈局。入門睇一個落地玻璃嘅入戶花園咁樣，呢邊就客廳、飯廳、廚房連住，呢邊有一個生活露台。生活露台呢邊就係睇翻摩天輪嗰邊嘅景色，都係睇到好。咁主露台呢一邊就係睇翻自己嘅內園。幸福會呢邊係個發展商係比較注重住嘅舒適度嘅。你睇呢一邊佢成個屋苑同隔離呢一個龍宮嘅屋苑係一樣大一樣長。咁呢一邊就係做咗2排，嗰邊1、2棟。咁龍宮嗰邊就1、2、3，加埋我哋呢邊有4排樓喺度，所以完全居住起身嘅個舒適度係唔同嘅。下低就係自己嘅園林。入房間再睇下，呢一隻就唔係交付標準，牆身嗰啲唔係，天花燈啊、廚房呢啲全部都係有嘅，浴室寶呢個涼霸都係有嘅，廁所都係做有浴室寶可以交付嘅。咁勁貴啦！呢邊第一間客房睇南洋嗰邊嘅，呢邊第二間客房，啲房都係四正正。主人房嘅洗手間，咁呢邊都係交付嗰陣時會有呢個衣櫃。主人房望出去，呢個面積依家就有做特價，總價自願唔使140萬。跟住過來呢邊4棟，個電梯間都係一樣2梯，不過呢邊就3伙3個單位。咁呢一隻就係呢邊最大嘅一個面積138方，有4間房。咁做咗子母門，到時呢度會有一個入戶嘅花園仔咁樣，落地玻璃窗，到時都係做好封好俾你。咁呢一隻係一個南北對流嘅雙露台設計，呢邊就飯廳、生活露台，呢邊就客廳，呢個景觀露台。景觀露台呢一邊就係睇湄公河同埋摩天輪呢一邊。咁成個客廳嘅開間係有3.7米呢個長度，飯廳嗰邊都非常之闊，飯廳嘅開間係有3.2米嘅，所以呢邊你仲可以做一排餐邊櫃喺呢度，中間擺嗰啲長形嘅餐台。咁呢個廚房係 U 字形，呢邊預留咗一個雙開門嘅冰箱雪櫃位喺度。生活露台呢一邊就係睇翻內園。都係比較舒服嘅呢個內園。呢邊總共係4間房，啲房嘅面積都係比較見細。右手邊呢邊第一間客房擺咗張1.5米嘅床，3邊落床。呢邊仲有大把位可以做衣櫃。咁第二間客房呢邊就細少少，佢就扣住飄窗擺咗張孖椅床。呢邊就係擺咗張書台，做埋一個細嘅衣櫃。跟住呢邊就客廁，個開間係比較闊嘅，台面係有90嘅台面，高2呢啲龍頭潔具。跟住呢邊就係另外一間第3間客房。呢邊就主人房，主人房嘅廁所都係比較見細。呢邊主人房交付嗰陣時會做好呢一個衣櫃交付嘅，咁可以擺一個1.8米嘅床，2個床頭櫃。138方嘅面積會大啲，相應嘅佢哋嘅總價都會高啲嘅。佢呢邊嘅總價話起身係180萬至到190幾萬。
如果中意呢個屋苑嘅話，可以關注 Andy，後期呢邊有更加多嘅特價單位推出嘅話，我第一時間通知你。OK， 我哋今日就講咁多，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